希伯来第10章。既然律法是得要来的好事的影，毋是好事本身的真相，所以袂当一年过一年继续用相款的祭物，互亲近上帝的人得到完全。若是话，因为敬拜的人一遍就完全得到洁净，无阁有罪的意识，献祭的事应该已经停止啊。其实当年所献的祭物，只有为互人想起因的罪，因为牛羊的血袂当除去人的罪，所以基督来到世间的时有讲：这事甲礼物你无爱，毋过你有甲我准备身躯，小祭甲赎罪祭你无介意。迄时我讲：上帝啊，我来啦！我来是要实行你的旨意。我的事有记载伫册呢。我顶面有讲：这事甲礼物、小祭甲赎罪祭你无爱，嘛无介意。这个是照律法来献的。伊刷落去讲：看啊，我来是要实行你的旨意。安尼，上帝废除前个，是要建立后个。耶稣基督实行上帝的旨意，只有一遍献伊家己的身躯，就够也互咱得到圣化归上帝。这是逐日徛在服侍上帝，一遍搁一遍献相款的祭，永远袂当除去人的罪。毋过，基督只有一遍献赎罪祭，然后坐伫上帝的正边，听候上帝互伊的对德做伊的脚点。基督通过一遍的献祭，互圣化归主的人永远完全。圣神嘛有对咱作证，伊有讲：主讲，遐个日子以后，我甲因所要立的约就是安尼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伫因的心内，写伫因的脑内。然后伊阁讲：我无阁记得因的罪恶甲过犯。既然罪已经得到赦免，就毋免阁献赎罪祭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靠耶稣流血死，会当有确信甲勇气进入至圣所。伊通过丈离，就是家己的身躯，甲咱开一条新搁活的路。咱已经有一位大祭司在治理上帝的家，咱就用真诚的心、坚决的心，清气无亏欠的良心，甲清水洗洁的身躯来亲近上帝。咱就坚决持守所宣认的愿望，因为应允咱的上帝可靠。咱就互相关心，通激励、相听，甲做好事。有一寡人停止聚会，毋通学因的习惯，颠倒就互相劝勉。既然恁知主的日得要到，搁较着安尼，咱认识真理以后，要故意犯罪，就无阁有通赎罪的祭物，只有用惊吓的心，听候审判，甲得要消灭敌对上帝的人的立体。违反摩西的律法的，根据2个也是3个人作证，就通甲伊处死，拢无宽赦。安尼吞达上帝的囝，藐视互因圣化归主的约的血，佮侮慢施恩的圣神的人，恁想因应该受的刑罚会加偌重？咱知讲。伸冤在我，我要报应。佮讲，主要审判伊的子民，迄位是甚物人？含着永活上帝的手，实在真通惊。恁着会记得过去的日子，恁受上帝的光照以后，有忍受大程度的苦难，有时恁公然受侮辱、虐待。有时恁甲别人同受虐待，恁甲囚犯同受苦，
恁的财物受抢夺，嘛甘愿忍受，因为知恁家己有搁较好、搁永远存在的产业，所以毋通失落勇气。这个勇气会互恁大的报赏，恁就有耐心，才会当实行上帝的旨意，领受伊所应允的福分。因为搁一时仔久，迄位得要来的会到，袂延迟。毋过属我的义人会对神来活。若有人丢除退后，我就无介意。咱毋是退后递到沉沦，是对神递到性命得到保全。